镜头，登来看国内，今仔日是这届立法院第4会期最后一届议会。中央总预算案到达犹原是无咧审查，不过南北党团是拍算要靠人数的优势，要强硬来推动三读通过真侪引起争议的法案。有公民团体透早就去到立法院外口来抗议，这个修法是要独立特定的组织，为着个人的特权，甚至是互违法的代志变做合法。 速审总预算。 30是立法院这会期最后一届议会，中央总预算也未开始审查，却临时变更议程拍算三读通过3个争议法案，包括维持广播电视法、立法院组织法甲动产条例，引起公民团体的不满，来到立法院外口抗议。因认为这个修法上大的问题，就是可能会导致特定组织和个人的特权，甚至乎违法变做合法。谁可以像中天一样？ 明明换照申请已经被 NCC 驳回，却可以大大方方的拜托立委修法，让中天重新上架回频道。如果不是海线严家，谁有能耐来为他的贪污罪除罪化、修法提案联署解套？ 民团认为，包括替特定媒体开后门的维持广播电视法，甲可能牵涉贪污公费助理费都罪法立法院组织法修正案，也佮有动产条例修法缩减政党赋税组织的定义，可能地属已经合法院裁定的赋税组织不动动产免刑予国家。毛民团批评立法院立委唔赶紧审查中央总预算，会地属国家治理受到影响。因认为这款修法嘛涉嫌干涉行政甲司法，威胁民主制度。原本认为犯罪的，他们可以把它修成是合法。他们现在放入红色的病毒在法条，他们现在把特权黑金这些病毒全部放在我们的法规里面。如果大家现在对这部分还无感的话，我认为这是台湾民主宪政上的最大的挑战。 公民团体拜五伫立法院外口要连办5场演说，希望社会大众同齐来关注监督这寡争议法案的修法，嘛呼吁立法院赶紧摆审中央政府总预算，和国家治理赶紧恢复正常。记者卢尚祖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